最近咧同一位創業嘅朋友傾偈，咁咧佢就同我訴苦，佢話之前咧有一段時間咧好積極咁參加咗好多商務嘅聚會，喺嗰啲場合咧確實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咧認識好多人，交換好多卡片。佢當下咧感覺到自己好充實啊，人脈好廣闊。但係熱鬧過後咧問題就嚟啦，聚會完咗之後咧佢發現自己啊同呢啲人根本揾唔到一個再見面嘅理由。卡片冇錯係交換咗，但係對自己嘅生意咧係冇帶嚟任何嘅實質價值。唔知大家有冇遇過類似嘅情況呢？其實作為生意人，你除咗要賣自己嘅產品同埋服務之外呢，大家往往忽略咗最重要嘅一點啊。其實你係要將自己產品化，因為創業者自己本人啊，往往就係呢盤生意最核心嘅產品。你參加得商務場合，無非係想人哋透過認識你，進而去了解你嘅生意。但係喺芸芸人海之中，你點樣可以令到人哋一眼就記住你呢？呢個過程其實同將一件新產品打入消費者嘅腦海係一模一樣嘅。今集節目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創業者到底可以點樣將自己產品化。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咩叫將自己產品化呢？一件受歡迎嘅產品通常都具備3樣核心元素嘅：市場定位、價值同埋包裝。如果你想將自己產品化嘅話呢，就要從呢3方面去入手啦。第一步，明確界定你嘅市場定位。好多人喺商務場合介紹自己呢，通常第一句就係：Hello， 我叫乜乜名，我係做室內設計嘅，又或者我叫乜乜名，我係做 IT solution 嘅。聽完之後，對方嘅反應多數係：哦，係啊，幾好喎，呢一類應酬式嘅回應。然後呢？然後就冇然後啦，因為對方根本唔知接落去可以同你傾啲乜啊！嗱，我真人真事遇過喺商會嘅活動上面咧，我問一位來賓佢係做咩生意嘅，佢竟然答我：其實我都唔係好識得講我自己做緊啲乜嘢。如果連你都講唔出你自己做緊乜嘢，咁我點樣揾你合作呢？請問唔好講呢啲咁極端嘅例子啦。當你話俾人聽你係做室內設計或者做 IT， 你只係講緊你自己做緊咩行業，呢個唔係叫定位。真正嘅定位係你要話俾人知你係專門服務邊一類型嘅人群。例如我專門幫餐廳做室內設計，又或者我專門幫網店提供 IT solution。當你有咗一個特定嘅服務對象，你嘅定位先會鮮明，人哋先可以喺個腦裏面將你同特定嘅需求連結埋一齊。當然單靠定位仲未夠㗎啦，產品要有定位，但係更加需要有價值啊！喺商業世界裏面，客戶之所以願意俾錢呢，背後嘅邏輯只係得一個啫，就係你幫佢解決咗乜嘢問題。請大家謹記啊！客戶其實唔 care 你係邊個，亦都唔 care 你做緊乜嘢，佢只係 care 你可以幫佢解決到乜嘢痛點嘅啫。所以當你將自己產品化嘅時候，你都要好清晰咁講得出你係幫人解決乜嘢問題。如果你係專門幫餐廳做室內設計，你嘅價值唔係畫圖啊，而係幫佢哋打造一個 IG 嘅打卡點，從而增加網上曝光，幫餐廳帶嚟更加多新客源。如果你係幫網店做 IT solution， 你嘅價值唔係幫佢寫曲啊，而係幫佢哋做自動化營運，減少人手嘅依賴，直接幫老闆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呢個先係人哋心甘情願俾錢你賺嘅理由啊！好啦，有定位有價值，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包裝。呢個世界好現實嘅，大部分人都係先欣賞外在美，再了解內在美嘅。如果你嘅賣相、你嘅第一印象唔討好，人哋根本連認識你嘅內涵嘅興趣都冇啊！創業者將自己產品化，第一層嘅包裝呢，就係你嘅外在形象啦，衣着啊、儀容啊、談吐啊等等。你唔需要追求全身名牌，但要做到最基本嘅整齊清潔、大方得體、冇異味。呢個係對場合同埋對人嘅基本尊重嚟嘅。但係真正高級嘅包裝呢，係要幫自己創造一啲人性化嘅記憶點啊！呢啲記憶點除咗係頭先講到嘅商業定位之外呢，你仲可以展示你商業以外嘅另一面嘅，例如你嘅家庭啦、你嘅興趣啦，或者你嘅人生經歷啦等等。例如你除咗係一個 IT 人之外，你仲係一個阿根廷嘅死忠球迷，又或者你除咗幫餐廳做室內設計之外呢，你自己本身呢亦都係3隻貓嘅主人嚟嘅，又或者你除咗一個創業者之外，亦都係一個風雨不改嘅健身狂人。記住，人本身係好立體嘅，商業上嘅只係我哋其中一面嚟嘅啫。當你適當地加入呢啲人性化嘅標籤呢，你呢件產品就會顯得更加真實，更加有血有肉，對方亦都會更加容易同你產生信任同埋好感。各位創業者，特別係中小型企業嘅老闆，記住，好多時候你本人就係呢盤生意最重要嘅產品，因為無論係一次成交或者一次合作裏邊，客戶買嘅往往係對你呢個人嘅信任。所以各位創業者，由今日開始，好好諗下點樣將你自己重新定
定位，提煉你嘅價值，做好你嘅包裝，將自己產品化啦。如果大家認為今集節目對你嘅創業之路有啟發嘅話呢，就記得幫手 share 出去俾多啲人睇啦。我係 Tony，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